來菜 Q 了，客仔談。唔驚你喵講，真驚你喵湯，大家好，我係阿晴。那阿嚕。今日來同大家講下啲即係新聞上放最近上嘅報紙嘅東西，就係一隻喊到馬保國嘅一隻太極師傅愛退休嘅新聞。而嘅門派係本源善意太極。講真，一家佬啊，看到佢嘅門派過後啊，都多少懷疑佢到底係唔係真嘅太極，真係出太極出師呢嘛？不過咧，其實人家咧嘅技術面又唔可以批評啦嚇。但係咧，看你嘅 video， 佢出來批評呢隻年輕人不講武德啊，然後哇，佢嗱電咧呢啦，唔知哪一邊上一年就中到好像一粒蘋果嗰種咧 M-man 嗰種講，哇！你講啊，而且個極南極乜間東西。哎呀，真係難講咯！結果就去前晚講，我到底買啲東西做到嚴嚴做嘅咁樣嘅一隻過程，然後係看到過後啊，就一講，哎呦，真係丟面啊！你一定係一隻師傅愛你咧，你就算你要上去，你要同人家對拳，人家一定係拿住最好嘅東西嚟同你打嘛。然後一個年輕人佢本身也係練拳咧。而咧係嗰種人家所謂嘅喊到好像人家 MMA 嗰種搏擊嘅東西嘅，搏擊嚇，而此人一天拿住最好嘅來同師，跟那個師傅對嘅嘛，就應該拳做唔落咧，一天係對人用重點嚟打，就咁樣 man 嗰種東西，我看嚟嗰個 video 咧，係真係感覺到真係夠力，而個師傅完全看唔出佢會做啲好正經嘅，好種人家真正打交嘅嗰度當嘅動作嘅呢。而冇咧師傅完全就係唔打一下就俾對方一拳，就對人咁樣打過去了。係真係感覺到真係神奇。其實師傅佢本來就感覺就係咧，佢係一隻唔懂乜嘅喊我真打同長拳嘅人。好多嗰度太極嘅師傅又有講過太極拳嘅東西係個長拳。長拳係咩意思？長拳咧，其實咧就中國咧要功夫裏邊要仲喊我長。好長。但係其實你思想啱長，邊嘅意思？哦，長拳。其實而係用其實最容易嘅東西，真正嘅打交嘅東西，你改成長拳咧，又得拿來養生。所以講中國功夫其實嘅係其中一隻重點啦，因為也去拜堂嗰個師傅講過嘅，也係有學過太極嘅，師傅也係有咁講過。中國功夫有套好完整嘅東西嘅，一天唔係講拿出來騙人家咁嘅。然後咧，佢其他嘅半年出來講些年輕人唔係武德嘅師傅咧，頭先係講嘅一門派，了解到幾門派係種嘅東西，好係同大家講，其他師傅應該係出來騙人技術人嘅，你只覺得係順利嗰頭嘅，然後咧就出來丟面啊，真係又好其實。哎呀，東西唔係用嘅啦，佢啦弄個師傅真係，就中要係呢個中國人要到時候，你看到嘅真係愛記得中國功夫也要真正教人家打交嘅，但係係咧你自己也愛知道，你學愛到底係用來幹什咧，係咧哪打交嘅，尤其是今下你隨便你都在上internet前頭冇教喊我打交，你都在你拍到打交。唔係，就係一天咧對咩嘢嘛嚇？你都知啊！你看太極，哇！那你那腳嘛按太嘛樣子，其實係練身體用嘅，但係其實啲波係要一套東西就係出天龍地咧但係佢度咧係要真正有正經嘅門派出來嘅嗰度師傅來教，真會啲嘅
所以咧就安樣啦，今日咧就是講緊東西啦。功夫嘅東西真咧，要即係學門功夫嘅東西，在南方咧要從鐵打、騎馬鋪到練拳，幾多種東西其實都得學足6-7年咧。但講完全之後，仲有見下一個小學一個長度嘅學問嗰種，所以我講佢真係好。要結婚咧，我哋去印好多，即係關於嘅咋功夫嘅太極嘅影片，啲阿陳有冇學過？嗱，有學過少少。OK，然後咧，我哋還要可能要示範一啲動作嘛，家呀，同大家解釋多少看。也係睇佢講下啦，因為都係再做啷個就影片來講啦，好啦，大家來。好，這樣先啦。OK，大家愛留意那條嘅頻道咯。中意嘅話你按 like， 還有咪 like 順便 share 下啦，到時候講。然後還有 subscribe 啊，subscribe。有寫啲買你嘅想法寫晒落來，我想講下。好啦，留言啦，拜拜。